一讲，感谢各位点的诗慈悲之功，感谢各位浅浅慈悲之功，谢谢。感恩啊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咱依然咱陈人组、吴人组跟李人组哈，带着咱大小技工啦哈，来遮甲咱行行跳跳。虽然咱看一个囡仔伫咧耍来耍去，但是伊伫迄个意识中内底，甚至咧上天嘛是有迄个家庭伫伊身上内底。你看一个囡仔吼，但是其实有用着你去迄个过程来卡着，迄个过程来中来合着，被你小可体验比较好。赞。你不了解，你看是咧看表象，咧看热闹。其实上天爱招机就是上，上天爱招机就是上。所以你袂使看迄是囡仔表演，因为咱其实是性格。你有当时咱的孙叔哦，咱过去的祖师，咱过去先人都一定爱招囡仔，囡仔一条哦，囡仔咱天真，天真啊。大人袂天真，大人表演去查，嘛表演去怪怪。囡仔头出来，你会感觉很天真可爱，感觉安尼吼，叫做无邪。迄个无邪上天，互你迄个机甲上天入去，迄个这个从入到迄个囡仔身上，迄叫做客灵。但是伊从安尼行，伊感觉自在，伊嘛无感觉会歹势，敢是安尼？伊好势去啊，后边甲你合，你后边合咧，你合着人哪好皮呢？有影事实我咧讲是实啦。有阵时你后尾去问小朋友你甲合起好，伊个有甲你合。伊就讲，迄种意上天的意义啊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是天书。咱说是办仪式，我今日是办庆祝什么活动啦，庆祝生日啦，庆祝个什么日。